我有個朋友好長情，佢剪咗12年都係同一個師傅。我問佢係咪剪得特別好，佢話唔係，係自己懶。中間有6年，明明喺中環返工，仍然每個月都放工專登坐車去觀塘，淨係為咗剪個頭。但係有啲習慣就係咁噶啦，做緊嗰陣唔覺得好特別，到有一日佢突然之間完結，先發現原來佢陪咗你好耐。嗰間鋪喺觀塘舊區，唐樓地下，冇裝修，冇音樂，玻璃門上面淨係貼住2隻大字嘅啫，非法。紅色嘅油漆已經甩咗一半啦。朋友話第一次見到嗰間鋪，唔覺得呢一度可以改變形象，只會係覺得呢度可以平平地剪個頭啦。鋪入邊有3張凳，2個師傅，一部老嘅風扇，一部唔知幾多年歷史嘅電視啊。電視入邊永遠都係播緊賽馬嘅，無論幾時入到去都係有馬跑嘅，就好似全香港得呢一間鋪仍然堅持賽馬係一種背景音樂嘅鋪。師傅姓陳，今年71歲，上海人，60年代嚟到香港啦。咁佢講廣東話，但有口音嘅。剪頭髮剪短啲，佢講話剪短點；遮住佢會講蓋住。12年嚟，朋友都冇問過佢住邊，陳師傅亦都冇問過朋友太多嘢啦。佢哋嘅關係好簡單嘅，朋友入去，陳師傅就問剪，我朋友點頭，陳師傅又會再問點剪，我朋友答佢收一收。呢3隻字佢講咗12年。朋友第一次去嗰陣24歲，啱啱揾到第一份工，返觀塘。有日放工，佢經過呢間鋪，推門入去，門上邊有個啷叮叮叮叮咁樣。咁陳師傅望咗佢一眼，問佢剪唔剪啊？我朋友點咗個頭。咁問佢點剪啊？我朋友當時完全冇準備㗎，佢淨係望住鏡入邊嘅自己，諗咗2秒，最後就講咗話：收收啊！咁陳師傅點一點頭，就剪。冇問佢想留幾長，冇問佢平時點樣 set 頭，亦都冇問佢想要咩感覺。佢係就咁剪嘅。20分鐘之後，陳師傅就攞塊鏡喺佢後邊俾佢睇一睇。咁我朋友睇一睇完之後就俾錢咯，70蚊就係咁。我朋友同陳師傅嘅關係12年，咁樣就係咁樣收一收咁樣開始咗。之後我朋友每個月都會去一次嘅，流程基本上係冇變，都係推門入去坐低圍布問點剪，答收一收。陳師傅點頭開始剪，中間佢哋係唔會傾偈嘅。陳師傅剪去嘅，我朋友望住塊鏡，電視依然係播住賽馬。有時剪到一半，電視機入邊有人會大叫，朋友唔知係邊一隻馬贏咗啦，但係陳師傅個樣就會輕輕咁樣喐咗一下。剪完，陳師傅攞塊鏡俾我朋友睇佢後面啦。朋友點頭俾錢，70蚊，12年都係70蚊。香港人有啲奇怪，樓價會升，飯盒會升，凍奶茶會升，連家底都要加。但係陳師傅剪頭髮12年都係70蚊，穩定到朋友有時都懷疑陳師傅係咪唔記得咗通脹呢回事呢？後嚟我朋友轉工啦，新公司喺中環，公司樓下有好多 salon， 有啲門口放住雜誌，有啲職員着到好似時裝店咁樣，有啲價錢望落去已經覺得自己貴到配唔起剪呢個頭啊！按道理呢，我朋友其實應該喺中環度剪嘅，因為方便啦、乾淨啦、快啦。但係佢冇，佢依然每個月都坐車返觀塘，由中環坐去觀塘，最快都要50分鐘啦。咁佢太太問過去嘅，公司其實樓下有咁多 salon， 做乜要去到觀塘剪啫？咁我朋友答得好簡單嘅，習慣。有啲習慣就係冇諗過要改，尤其是當你每個月只係坐低講3個字，就有人知你想點。呢件事其實係好奢侈。其實間中有2次，我朋友都有試過揾其他師傅去剪嘅。咁有一次係其實佢同事介紹啦。咁佢同事話有間salon剪得好好嘅喎，剪完個人會型咗。咁我朋友咁啊，好啦，去 lunch time 試下啦。入到去嗰個髮型師好有禮貌嘅，問佢做邊一行啊？平時有冇話用開啲咩產品啊？有冇話想剪完啲咩感覺啊？
咁我朋友就話：哇，聽到感覺呢兩隻字，個人已經覺得緊張啦。佢話我淨係想剪短啲啫，冇諗過自己個頭髮原來要有感覺㗎。咁啊剪完出嚟呢，個頭係好靚嘅，型咗啦，乾淨咗。但係啲同事都話好好啊咁樣。不過佢自己話望住塊鏡嘅時候，佢覺得唔似自己。佢話：咦，個頭好似仲上進過自己咁樣嘅。咁之後佢又冇再去啦嘛。咁第二次呢，其實就係佢朋友嘅太太陪佢去將軍澳商場買嘢，順手去咗一間連鎖嘅 salon 啦。咁啊，師傅其實係後生仔嚟嘅，20幾歲，一路剪就一路同佢傾偈，問佢返工忙唔忙啊，問佢放假中意做啲咩，問佢有冇諗過試一啲新髮型啊咁樣。咁我朋友一路就剪一路就答佢咁樣啦。咁啊，佢話俾我聽：哇，一路剪一路覺得好似自己去咗見工咁啊！剪完之後，師傅仲搽咗一啲嘢喺佢個頭度，話咁樣先有型。咁我朋友返到屋企第一件事就係洗頭，唔係個師傅剪得差，係太有型啦。有時候人唔知點解唔係好承受得到突然之間有型呢個感覺。陳師傅唔會問我朋友咁多嘢，唔會問佢想要咩感覺，唔會 sell 佢賣產品，唔會叫佢染啊，唔會叫佢焗啊，唔會叫佢做咩 treatment。陳師傅淨係講一句：剪完，下一句，下次見。有時一個人最舒服嘅關係就係對方唔會要求你表達太多。朋友去陳師傅嗰度唔再需要做一個有品味嘅客人，唔需要解釋自己想變成點，佢淨係想講一句收一收，陳師傅就明白嘅。舊年朋友又轉工啦，今次返嚟觀塘，唔係因為佢特登揀返呢一區。只係人工啱，公司啱。返工第一日，佢經過返呢間鋪，玻璃門上邊非法嗰兩個字依然喺度，雖然甩色甩得更加嚴重。朋友望咗一眼，心入邊有一刻嘅感覺，原來出去行咗一圈，最後都係返呢一度。好似你以為自己人生好多方向可以走，但係有一個地方依然用同一盞白光、同一部電視、同一把鉸剪等緊你咁樣。朋友繼續每個月去一次，照舊流程啊，收下次見，70蚊，一切都好穩定，穩定到佢以為陳師傅會一直喺度。直到上個月，朋友食完晏行過去間鋪，推開門坐低，照舊講收。陳師傅圍步開始剪，中間冇出個聲，朋友都冇出聲，電視依然係跑馬，老嘅風扇啦，電視機依然喺度繼續轉緊。播緊，剪到一半嘅時候，陳師傅突然之間講：下個月開始佢就唔喺度啦。咁我朋友望一望塊鏡，問點解？業主收鋪，佢個仔要收返自己用。咁我朋友問：咁會搬去邊？陳師傅繼續剪咗一陣先講：唔搬啦，退休啦。就係咁，一件陪咗我朋友12年嘅事，用幾句說話就宣布結束啦。好多事情散開咗之後，其實係冇聲冇息嘅。你以為佢會一直喺度，只係因為你未見到佢正在改變啫。朋友冇問咁多，只係望住鏡入邊嘅自己，又望住陳師傅嘅手。佢突然留意到陳師傅隻手有少少震，以前佢冇留意，可能係近年先有啦，亦可能一直都有，只係佢從來冇認真咁望過。剪完之後，陳師傅照舊攞塊鏡喺後邊俾佢照一照。朋友點一點頭，照舊俾錢70蚊。臨走嗰陣，我朋友問月尾幾號收啊？陳師傅話30號。朋友話咁月尾再嚟。我朋友行出鋪頭之後冇即刻返公司，反而行咗落去海濱，望住對面海，企咗一陣。佢話自己唔係好 sad 啊，冇咩特別激動，只係諗下個月之後我去邊度剪頭髮好啊？呢個問題佢12年都冇諗過。中間6年就算佢返咗中環返工，佢都冇諗過要換師傅，因為佢一直以為陳師傅會喺度，間鋪會喺度，70蚊會喺度，收一收係喺度。好多時候我哋以為習慣咗自己控制到嘅嘢，其實唔係啊。習慣有另一個人、另一個地方、另一個時間，一個其中冇咗一樣嘢，成件事就會散㗎啦。返到屋企，朋友同佢太太講返陳師傅呢退休呢件事，
咁佢太太梗係問佢，咁之後去邊度剪啊？咁我朋友答佢話未諗到啊。之後2個禮拜，我朋友照舊返工放工咁樣照舊過日子，但係間中都會諗起陳師傅嘅。咁唔係話成日好掛住嗰隻咯，係你知道月尾有一樣嘢會冇啦咁樣，咁你間中都會諗下，但係又唔知可以做到啲咩喎。咁去到月尾呢，我朋友啊再返去剪最後一次嘅頭髮，咁啊鋪頭依然都係冇變啦，電視啊、風扇啊嗰啲依然一樣嘅。咁去到角落入邊，但係多咗2個阿叔咁樣坐咗喺度，佢哋唔係嚟剪頭髮，係坐喺度傾偈。咁我朋友梗係估計啊，係陳師傅嘅老友啦，陪佢嚟最後嗰幾日傾下偈咁樣。佢推開門入去，今次陳師傅望一望佢，咁點一點頭，反而先問翻我朋友收一收。咁我朋友答收一收。2個人都笑咗一下。12年嚟第一次為咗呢3隻字笑。陳師傅開始圍步，開始幫我朋友剪頭髮，但係今次佢同朋友傾偈，佢話個仔喺加拿大做工程師，呢幾年都冇返過嚟啦，亦都講佢太太5年前走咗。佢話間屋已經供完啦，所以退休都過到嘅。呢啲嘢12年嚟佢從來都冇講過。我朋友一邊聽一邊有種好奇嘅感覺。原來呢12年嚟，佢而家先知道陳師傅有個仔喺加拿大，佢先知道原來佢太太已經走咗，先知道其實係一個人每日返嚟開鋪嘅佢。咁我朋友問退咗休做啲咩？陳師傅話下街飲下茶咁樣。朋友問佢話啊，咁會唔會好悶㗎？咁陳師傅笑咗答佢話悶咪悶咯，都71歲咯。剪到一半，陳師傅突然之間講起問我朋友，以前你去到中環返工都每個月返嚟觀塘呢度剪嘅？咁我朋友話哎呀習慣啦。咁啊陳師傅聽完之後剪多2下都話自己都係。佢話自從太太走咗之後，佢日日都返嚟開鋪，鋪頭冇乜生意，但係佢都會返嚟，都係因為習慣。嗰一下我朋友突然之間明白到，原來呢12年入邊，佢以為自己係一個好懶嘅客人，懶得揾新師傅，懶得揾新嘅改變，懶得佢解釋啊重新。但係可能呢啲對陳師傅嚟講，我朋友其實都係佢習慣入邊其中嘅一個人啦。每個月出現一次，坐低講收一收，咁剪完之後又70蚊，講下次再見咁樣。朋友以為自己去到剪頭髮，其實陳師傅嚟講可能係照常開鋪，但係呢12年入邊就係其實有好多次習慣嘅組成。剪完之後，陳師傅攞塊鏡出嚟俾我朋友照一照，咁我朋友依然咁點一點頭，照舊俾70蚊咁樣。其實嗰一刻我朋友有諗過話俾100蚊㗎，或者再俾多啲，當係最後一次，當係多謝咁樣點都好啦。但係到最後佢都冇嘅，佢依然都係俾咗70蚊，因為12年嚟都係70蚊。如果最後一次突然之間俾多咗，好似成件事變咗另外一樣嘢咁樣，變成施捨啊！佢覺得變成佢好想將呢12年包裝成一件好有意思嘅事，但係佢唔想，佢想最後一次依然同以前一樣收一收70蚊，下次再見。朋友行到門口，陳師傅照舊同佢講下次見。咁我朋友停低望一望返去，然後都係覆返去嗰一句下次見。但係其實2個人都知道唔會再有下次。呢句話佢哋講咗12年，最後一次照舊依然咁講。明知冇下次，但係有啲關係最後都會用返原本嘅方式嚟收場。後嚟我朋友經過呢間鋪，非法嗰2隻字已經唔見咗啦，入邊變咗倉，堆滿晒紙皮，老風扇、電視、3張凳都冇晒。朋友企咗一陣，其實都冇咩失望嘅，但對佢嚟講呢度唔係一間非法鋪。10年入面，佢換過工、搬過屋、結過婚，身邊好多人來來去去，但每隔一段時間，佢都會坐返呢一張凳，好似人生其他地方無論點變都好，總有一個角落照舊可以俾佢返嚟。朋友同陳師傅冇交換電話，陳師傅亦都冇問過佢之後會揾邊個剪頭髮，一次好似好平淡咁樣啦，所有嘢都。但係好多陪住我哋好耐嘅關係，本來就係平淡噶啦。樓下茶餐廳記得你奶凍小甜咁樣，好似屋苑保安記得你幾點返屋企。有啲人未必係朋友，但係當佢突然之間唔喺度，你先會發現失去嘅唔止係一個服務，係一種唔使解釋嘅熟悉感覺。我朋友返咗中環6年啊，每個月都會坐車返觀塘。佢以為自己係為咗剪頭髮，
而家去諗翻起，可能係想保留嗰一個地方啦，一個唔再需要重新介紹自己，就有人知道佢想點嘅地方。你坐低講一句收一收，對方就會明。有啲習慣你以為係懶，後來其實你先發現，原來呢啲日子其實係互相認得對方相識嘅方式嚟。